回没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它没有一个地方是快乐和幸福的。基本上三界，在一个成就者的眼里，三界都是轮回，轮回都是痛苦。我们曾经也讲过轮回当中的痛苦呢，就是说很多种类轮回可以分为六道轮回首先呢，我们就可以讲这个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个地狱那么地狱呢，就是分为这个热地狱和寒地狱有两种。那么热地狱呢，就是被这个火烧的然后这个被这个地狱当中的这个武器就是把它切割自己的身体等痛苦，几乎没有去修习佛法的机会然后我们去寻找这个三界轮回当中到底哪里有快乐，哪里有幸福我们首先最低的地方就是地狱道的众生。地狱道的众生呢，在热地狱当中呢，就是基本上被火烧的然后被这些武器来切割这样的痛苦当中，没有一种暂时的时间，都是痛苦的状态然后寒地狱当中呢也是这样热地狱呢分为8种寒地狱呢分为8种。这个呢我们在三显分庄严论当中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用再详细的讲。所以我们要去希望你们去多去看这个我翻译过的这个三显分庄严论里面呢讲得特别清楚这些部分我们要去看了以后，然后再去想在热地狱当中也是这样，寒地狱当中呢也就是一个寒冷的原因，整个的地方呢都是一种结冰的一个冰川的一个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温暖的地方都是痛苦。整个寒冷到这个地方的众生整个身体都破裂甚至破裂到骨头当中整个裂到这个莲花般的这个裂缝然后这个乌巴拉花的这种裂缝等，这些都是在寒冷的地狱当中的痛苦然后这个还有呢，在地狱当中分为这个静变地狱静变地狱呢指的是在热地狱的这个4个方向有4个地方就是每一个方面，东有4种南有4个然后西有4种，北有4种，总共有16种的静变地狱这个呢16种静变地狱呢，就是说这个每一个地方的这个4个阶段呢，就是火炕的地狱，还有伏尸宁的地狱，刀刃的地狱，还有灰河的地狱等4种地狱。这个火炕地狱呢，基本上这个烧红的这个火然后伏尸宁呢，整个这个一个湖一样，一个池一样，里面都是腐烂的尸体。然后一个刀刃的地狱呢，就是整个一个地方呢，就是完全全部都是它生长出来的这个草地呢，全部都是刀刃然后呢，刀刃旁边呢，还有在旁边呢有一条河看起来有一点河，但是掉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烧红的铁水的河，所以特别的痛苦的地方这个在地狱当中的众生，在这个热地狱当中稍微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呢有一个水的感觉，有一点这个这个凉的地方，然后他去寻求这个有一个炕的地方，那么一到这个地方，自然而然掉在这个里面，那么这个是一个火炕，烧得非常严重，非常痛苦。然后从这个业力进了以后，从这个里面出来以后呢，他看到了就是一个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呢，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呢，就感觉有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个湖的感觉。然后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并不是一个湖，并不是一个吃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尸体腐烂的一个湖一样，然后自然掉进里面，而且里面呢有很多有铁嘴的一些虫，把它吃到整个身体都是痛苦。然后这个时候呢从这个伏尸宁地狱当中的业力消尽以后，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稍微看过去的时候呢，有一点看了一个草原一样的感觉，然后很高兴就过去到这个草原的时候，整个这个草原上面呢，并不是一个草原，全部都是一种这个刀刃的地方所以整个身体把它人一刮风，整个刀的这个树木的上面都是刀剑切割你的身体，就这么多的痛苦。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稍微从这里的业力尽了以后，然后再找一个地方去的时候，看到一条河，很高兴，然后跑过去的时候就掉到这个河里面这个时候呢，就
痛苦，因为这个河呢就是整个完全烧掉的一个烧红的铁水的河，然后整个身体都是烧红的。其实很多在讲这个地狱描述地狱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哪有这么一个火烧的时候还有这个生命的存在？很多人这样认为。之前很多的一些诽谤佛法的时候，就佛陀说了，地狱有这么多的众生，地狱火度多少多少，不可能存在这个生命的存在。有这种说法，那绝对是一种偏见因为现在科学越发现的时候，在这个火山口里面呢，还有生命的存在还有这个海底呢，还有生命的存在所以都可能存在。这个三有众生呢，什么都有，什么都可能的意思三有众生，我们平时讲三有众生三界叫做三有众生，这个时候呢都存在所以我们也都不要去说因为通过一些别人的一些没有任何的一些完全究竟的理论只不过说服你的一种短暂的一些理论呢，就我们相信了他的理论，而去诽谤了最究竟的法门，很可笑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相信一个小孩，不相信一个我自己的父母，那就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就同样道理，一个人他根本没有成熟，他不知道任何让您生存的这个方法，他根本不知道。但我相信一个小孩的，我就完全不相信我的父母，或者是我的领导，或者是我的上师这样的话呢，非常一种愚昧的状态。同样道理，我们很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有些人他根本没有学过佛法，他根本一窍不通，他不理解。但他说很多佛法的理论，然后佛法是假的什么之类的，他就是完全这样的谤佛。这个时候，我们不但去相信佛法，而且会相信他说的这一切，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这是对您自己本人来说也是非常愚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呢要相信佛陀是无上的智慧者，所以一定可以值得相信。这些都是因为佛陀讲的，所以我们呢可以体会到这个佛陀所说的在地狱当中的众生就这么一个存在还有呢这些痛苦我们这样来观想地狱道的一些痛苦呢，如果这些痛苦呢显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忍受得了吗？那根本不可能受得了的不用说地狱道的这种痛苦，甚至我们平时呢就稍微头疼或者是稍微这个有点感冒的时候都忍受不了这样的话呢，更何况这个地狱道的这个痛苦能忍受得了？谁也忍受不了。而且地狱道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呢特别的长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敢不敢去做这个恶业肯定不去敢做如果你做了以后种了种子了，绝对这个报应是来的没有任何的理由，它绝对会这个报应是绝对存在。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学佛人，首先要了知这个地狱道的痛苦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造恶业的缘故所以我们不去造恶业我曾经过去当中所造过的话呢，我们要去忏悔。佛陀希望每个众生要去忏悔，忏悔的方法很多通过我们修密的修金刚萨埵的誓愿本尊的等等这些，通过实修这些来忏悔。尤其我们修行上师相应法，这样的话呢消业的速度是特别快所以这些方面佛陀也就是讲让我们去消业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也去体会到这些地狱道的众生。还有呢恶鬼道的众生呢，即便也知道饥饿的和这个口渴而且呢冷热劳累恐惧等有可怕的痛苦，这也是我们都知道的恶鬼道当中的众生也这样。畜生道众生呢，也就是属于在海中的这些畜生道有的众生呢，就当做食物来就是相互吃来吃去的这种几乎也是痛苦的。然后分散的一些我们在这个人间的一些畜生道呢，也别人利用就是一种奴役的状态下呢，就没有机会修行佛法，非常痛苦的。无论在任何一些畜生道，我们认为现在一些宠物觉得很好，但我们不知道宠物它自己本身它自己的这种环境给它做一个黄金制成的一个窝，给它脖子上挂一个钻石的项链，对这个狗来说它没有任何的感觉，对它来说没有任何的享受和快乐。我们认为有些畜生道呢在一些宠物吃好怎么样，其实感觉特别好，其实不是。
无论什么一个众生，他不需要这些，他个人有个人的痛苦和烦恼都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恶鬼道当中的诸生也好，畜生道的当中的诸生也好，都是痛苦，没有任何的这种自由和没有任何的快乐。我们的宠物它也没有自由。比较一个人来说的话呢，这个畜生相对来说好一些，但它也是一种任何没有自由的，想去出去哪里，也就看自己的主人才能可以做。主人也不愿意的话呢，也不一定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这样。所以没有任何的这种权利都是一种奴役的状态，都是痛苦。畜生道也是这样。还有呢，这个人道呢，就是相对来说第三恶道呢相当好一些但是人呢也是痛苦有些人呢是本身是高贵的变成这个低贱的痛苦，有些呢就是想求一些东西得不到的痛苦，有些呢就是怨憎会苦的痛苦而且呢有些这个爱离别的苦等这些痛苦呢都是现实目睹的，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体会到的，曾经经验过的。我想得到这些东西得不到，多么痛苦我想拥有一套房子，没有，多么痛苦，天天为这个房子而去去挣钱等等的，这些都是痛苦。这个讲的时候并不是说不让你们去工作的意思，这工作当然要去工作，但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呢，不要违背这个十善业我们尽量去行善积德，去帮助别人，同时去修行佛法，相信佛法。我们一旦拥有了这样一个的时候，让我们去知足佛陀是这样来教导你们的。佛陀不是说不让你挣钱，不让去享受，让你痛苦烦恼，不是这个意思让该怎么去做就怎么做。但是我们做的过程中呢，不要违背我们的这个十善业这个是我们佛陀的基本的这个原则所以人呢就是有这么多的痛苦远离自己的亲人的时候也是痛苦然后自己身边的朋友亲戚就是离去你的时候呢，也就是一个痛苦。我想要得到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也痛苦，而且更大的人的这种生的时候，我们还感受不到生的痛苦，然后老的时候的痛苦，病的痛苦，死亡的痛苦等等，人的也生老病死的痛苦都一样。还有呢，比人还有这个境界高一些的这个欲界天的众生这个欲界天我们天分为这个色界天和无色界的天，还有呢欲界天欲界呢分为6种天欲界天呢虽然比它人类的这种比人的话呢它是高贵，而且呢它比人的福报大它比人的享受还要高但是它呢也是离不开痛苦的，因为它死亡的时候有一些死亡的预兆然后尤其他接近死亡的时候呢，就特别的一些不好的这些预兆，这个时候呢，他就升起了一种严重的痛苦。这个他的内心的这种痛苦，比地狱道的身体上的痛苦呢还要强大天界里面，他就是要接近死亡的时候他的身上呢就是没有这种光而且呢就是推掉了他的这个身体上的光而且身上出汗然后身上出现一些这个脏的味道然后呢他就是很发困等等的一些现象。这个时候呢，他身边的他的这个朋友以及天界的人远离他，说他得了一个怪的疾病我们就不愿意接触他。很远的地方呢，就是认一朵花你就是到这个人间去修行十善业，然后将来再来天界吧，就是这样来呼喊他远离他，甚至他自己的亲人都远离他。这个时候他要过这个天界的这个500年天界的这个这个非常长的时间，人间的500年的时间所以呢非常延长的一个时间，这么痛苦。所以他的痛苦呢，比这个地狱道的身上的痛苦还要多倍的痛苦。所以在这里呢，虽然得到天界，也就没有什么快乐和太痛苦的、太幸福的地方。所以我们这里呢也要理解然后这个呢就是欲界的天，还有色界的天和无色界的天他们都是属于禅定的这个因才能得到的这个色界的天和无色界的天。它没有明显的这种痛苦，没有明显的这种人道和天道的这种欲界众生的痛苦，但它呢也是会
因为之前他在人间的时候，因为修禅得到这个禅定的这个静虑的这个心而往生时候呢，他往生到这个色界或者是无色界色界呢也分为16个地方或者是无色界呢也分为4种地方，他的心态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他一往生的时候都往生到这个色界和无色界，这个是我们业力分为一个恶业和一个叫善业，一个叫不动业3种的业。因为这个禅定的业力是叫不动的业，然后不动业的力量呢，让它这个推到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这个众生。那么它这个推导的力量呢就有限的，让它推多长时间，它的修行的这个程度它的在人间的时候修行禅定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推动，然后它推到这个色界这边一死的时候，它推到色界和无色界的众生了。但它得到这个力量推动的力量，它投胎到色界和无色界的时候是时间是很长，但在禅定当中没有任何的知觉，没有任何的感觉，它是一种